叫我是总破山，上界出名是高姿菜，料理好食是界全台，名声轰动是全世界。来，手爷菜刀对遮来。是因为迄个老卡仔因囝带太太，才叫我这个糊涂的总部师要来办酒菜。香港行入灶卡内，酸醋摕来试看卖，气味阁袂歹。莫怪查某人食醋的时阵才会遐可爱。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，有食过的人拢会知，也若无食过的人，请恁试看卖。大成鸭卵来卡破，要煎鸭卵掺面线。鸭卵落顶是皮薄单，白人走四线，红人才探头出来看。看，这就是腰子炒地瓜，地瓜就爱炒好烂，才袂损害到阿婆的喙齿花。刷落去，这出就是红烧鱼五柳鸡，酸醋加4两字，才会当治疗病休息。过来这出冷虾炒韭菜，凡是无够力的红菜，食了后才唔免搁再惊太太。来哦！今仔日最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的花鸡，这只花鸡毛生出特别严厉。我想讲要甲挽几支起来送阮迄个，也毋过这只花鸡真歹性地，我毛甲带一支，伊甲我剁一个，带2支甲我剁2个。我人气甲伊收面剃喙皮，也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晓衰，毛都带了路，也敢刀芒够大鸡，害我热甲喘屁屁。我沿路热，伊安尼沿路走，沿路飞，可比世界的运动会。讲起来实在真笑过，这只花鸡煞跋落去臭狗仔底，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，甲掠转来用洗衣机一直洗。奇怪啊，洗半点外真久，气味先洗就洗袂脱。人客客厅坐，等甲强要发性地，叫我赶紧出花鸡。我就安尼简脆36度72度快速洗盐火做好，才甲放出去请人去。迄人客看到是美国花鸡，安尼大家烧钱的，塌的规喙皮，塌了后才知影气味有问题，想讲要吐出来又搁惊歹势啊，只好目睭结起，大下甲吞落去腹肚底，顺续学了我这个总铺师的好手艺，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的花鸡。人叫我是总铺师，上界出名是高姿菜，料理好食是界全台，名声轰动是全世界。先生食着笑嗨嗨，小姐食着好体彩，囡仔食着真可爱，唔信请恁试看卖。